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米高啊！今日嚟到太子分店同大家介紹幾款充電寶啊 ！Let's go！ 用 Android 機嘅朋友又或者用 iPhone 14以上嘅朋友，掂啊！一個字掂啊！掂嗰隻 Type C 嘅位，一吉即用噶啦，一吉即充啊 ！OK， 咁如果用 iPhone 14或以下嘅手機點算咧？佢已經配備埋一條 Type C to Lightning 嘅線。咁啊，俾埋你噶啦，呢一度輸出，然之後咧就再駁落去叉電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如果夠方便之外咧，佢仲有個好厲害嘅功能噶，睇唔到有個支架可以棟喺度，叉住電睇都冇問題。個效果就好似咁啦。Good。佢已經有埋3C 認證噶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即係國內嘅航班都係用得到嘅。呢隻充電寶咧，各大分店有售噶啦，而家價錢咧好鬼優惠，118蚊，118塊錢 ，OK。